阿叔同埋阿叔同埋阿侄啊。正確。Josie 上識題，以巨型石像著名嘅復活節島，現時由邊個南美國家統治呢？百慕達。錯，係智利嘅。Charlene 體育題，2001年台維斯杯網球賽由邊個國家奪得冠軍？美國。錯，係法國嘅。Carol 電視劇《新鮮人》嘅主題曲由邊位男藝人原唱？馮德倫。正確。Eric 飲食題，粟米係起源於美洲定係非洲呢？美洲。正確。Julian 時事題啊，聯合國秘書長安南響2001年年尾響邊個歐洲國家接受8週年諾貝爾和平獎？英國。錯，係挪威嘅。Edison 歌手謝霆鋒曾經唱過邊套《鹹蛋超人》劇集嘅主題曲？超人迪迦。超人蒂娜嘅係。Joey 啊，音樂題紀錄片《絲綢之路》由邊個作曲呢？顧嘉煇。錯，係喜多郎嘅。Josie 1999年香港小姐競選準決賽嘅外景拍攝場地係響邊個國家呢？意大利。錯，葡萄牙。Charlene 常識題，新娘潭位於邊個水塘嘅北面？大潭。錯，係船灣淡水湖嘅。Carol 科學題，光速通常用邊個英文字母代表？ Pass。係 C 嘅。Eric 港產片特警新人類嘅導演係邊位？ Pass。陳木勝。Julian 時事題，香港首屆傑出教育家年獎得獎者係邊位Pass。趙君雄。Edison 啊，娛樂題，邊位樂壇女新人嘅英文名係 Bobo？ 陳文媛。正確。Joey 周杰倫歌曲《可愛女人》填詞人係邊位？卓軒。答案係正確㗎，不過時間到啦嚇，得唔到呢題。啱啱咧係玩完第2個回合，累積到嘅獎金咧加多係9000蚊啊！各位跌咗好多喎嚇，趁呢個時候咧好好諗下啦。我哋去完廣告翻嚟咧要勾第2個出去啦，一陣間一筆勾銷。廣告之後，翻嚟一筆勾銷。嗱，去廣告前咧玩完第2個回合咧，累積到嘅獎金跌咗好多啊！各位嚇，只有9000蚊嘅進帳。第2個被勾嘅會係邊個咧？攞起筆投票啦！自勝嗰位 Eric 喺第2回合非常落力，咁好成績抵佢得席嘅。可惜自弱嘅 Julian 今局題題都唔識，唔想其他對手以你為敵啊，就要嗱聲加倍努力咯。第2個被勾嘅將會係邊個咧？即刻睇睇。Joey。超兒。Josie。Josie。Edison。超兒。Joey。Edison。喂。Why Why out Josie？ Why out Josie？因為佢答唔到問題咯。答唔到問題。佢腦喺第度啊。係。即係諗緊人第啲嘢。哋話人又暈，你又話又。諗緊第啲嘢啫。要問翻 Joey，頭先咧有一首歌咧就係《絲綢之路》咧，係你師傅唱嚇，羅文唱㗎，中文係咩喎？師傅晚晚睇一筆勾銷㗎，我去探過佢啊，師傅都不知幾錫你啊，你竟然唔知道係師傅唱？係啊。點解你會答顧家輝先？咁日本㗎呢首歌。係啊，我覺得其實經典歌曲通常都係顧嘉輝咯，我感覺，咁所以我就顧嘉輝咗先咯。係咁，但係我都應承咗老師，如果我贏咗嘅話，我都會分一半俾佢添。分一半，一半已經要做善事啊，再一半分俾阿師傅。記住啦，咪熟阿師傅唱過啲咩歌啊？知唔知啊？佢而家比較得閒啲，隨時揦起手就可能問你都未頂㗎。OK。Julian，喂，你係咪同你姊妹夾定㗎？佢勾超兒，你又勾超兒嘅？唔係啊，我覺得超兒今日好似唔係好舒服，所以我想佢早啲翻屋企休息。係唔係㗎？係啊。佢咁樣同你講㗎？唔係。你覺得啫？係啊，我覺得。好啦，Josie 咧近排咧就係自己寫咗首歌係咪啊？係。叫做何超係咪？係啊。內容咧係乜嘢嚟㗎？係諷刺啦，諷刺一啲假扮上流社會啦，或者歧視人嘅內容嘅。嗱，你哋所有勾超兒嗰啲同埋咧現場嘅觀眾咧都要幫我做一樣嘢，要唱呢首生日歌俾何超兒聽，好唔好啊？一齊咯喎！1、2、3 Happy birthday to you,
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Josie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。買蛋糕。真係㗎。好啊 ，Josie 切咗蛋糕啊，大家食晒蛋糕啦，好開心啦嚇。咁而家要拗你咯喎嚇。好，有4票要你拗嘅，你係眾望所歸，冇得留低，你要一包燒 goodbye。可以喺一筆勾銷節目裏邊有埋 Dodo 姐啊，咁多位歌手啊，咁多現場觀眾咧，同埋公司嘅朋友咧，同我做生意咧，我覺得型晒啦。有埋 Dodo 姐喎，幾型啊！一筆勾銷，我覺得今年好豐富咯，所以。馬上要開始嘅呢就係第3個回合嚇，講翻第2個回合累積到嘅獎金呢只有9000蚊，而家喺保險庫嘅累積獎金呢係有45000蚊嘅。咁到第3個回合剩低嘅時間呢係2分10秒嘅。咁上個回合呢自醒嗰個係你 Eric， 你會回答第一條問題嘅。6位參賽者，我哋即刻玩一筆勾銷。第一條問題3000蚊開始，即刻計時。Eric 成語95之尊係尊稱邊種人？皇帝。正確。Julian 常識題，南北立海峽大橋係屬於香港第幾號幹線？3。正確。Edison 體育題，第4屆國際跳水大獎賽女子3米跳板金牌由中國邊位選手奪得？伏明霞。錯，係郭晶晶嘅。Joey 娛樂題，李俊嘅太太係邊位著名嘅填詞人？李敏。正確。Charlene 醫學題，疱疹一型係生響人嘅乜嘢部位呢？屁股。錯，係嘴部嘅。Gerald 日本男子組合 Snap 嘅經理人係邊間事務所？Pass。係專尼事務所嘅。Eric 電影題西片《天使多情》City of Angels 中尼古拉斯基治係看守美國邊個城市嘅天使？ Chicago。錯，係洛杉磯嘅。Julian 粵語流行曲《捉迷藏》嘅作曲人係邊位男歌手？張學友。Edison 時事題，跳樓逃生氣囊最近由邊個國家發明？ Pass。俄羅斯。Joey 醫療輔助隊係邊個港府決策局轄下嘅政府部門？醫管局。錯，係保安局嘅。Charlene 生物題，蛋白質最先響人體邊個器官開始消化？胃。正確。Gerald 港產片《風雲》入邊，利菩薩俾雄霸嘅批言，金輪喜事池中物，下一句係乜嘢？一遇風雲變化龍。Eric 邊位香港女歌手曾經有高雪蘭呢個藝名呢？傅佩嘉。正確。Julian 娛樂題，男藝人林曉峰任職經理人嘅姐姐係邊位？林珊珊。正確。Edison 飲食題，三杯雞係中國邊個省嘅名菜？Bank。係啊，廣西嘅。Joey 音樂題，池田香織係日本邊支嘅組合嘅主音女歌手？咩咯？Every Little Thing。正確。Charlene 體育題，美國職業籃球員。好啦，時間到啦，啱啱咧就係玩完第3個回合，累積到嘅獎金咧加翻啲啦，有15000蚊嘅。6位參賽者企定定，又要攞起筆，又要拗一位啦。Julian 今局奮勇進取，多得大家俾機會佢可以玩落去。但係自由嘅 Edison 就要分外小心啊！況且佢今局冇掟過獎金，大家會唔會要佢快啲掹呢？即刻睇下第3個被拗嘅會係邊個 ？Joey。Gerald。Joey。Gerald。Gerald。Joey。但投票結果咧就係打成平手嘅，分別咧 Joey 同埋 Gerald 咧各有3票嘅嚇。Charlene 咧唱歌咧就好好啦，講嘢咧發音咧要好準先得。頭先我問你咧疱疹一型咧，我咧就聽到疱疹一型咧生響人咧邊個部分，我聽到咧你講屁股，有人咧就係聽到咧你講皮膚，更加有人咧聽到咧你講器官喎。究竟你頭先係答咗乜嘢咧？我唔知，我答皮膚。皮膚，嗱你話佢講皮膚係咪屁股咁樣咧？